但人个房先生要教看哪鱼哦做机器啊。那安怎惊鱼要教你？咱房先生要教看安怎惊鱼啊？当咧教我。有，房先生要来。哦，啊，个惊几点钟的哦？哎哟，惊鱼啊，惊久哦。啊，拢点点带咧想，是咧想啥货啊？想只要行倒只，啊要安怎行？安尼想，动拢紧。啊，泡要拍安怎？搬过钱有食。哦，搬过一日有食。对，安尼。啊，咱若安尼军事枪是要安怎用的？军事枪，军事枪都关四角壳内底。啊，关迄四角壳内底。啊，机尾炮要安怎用的？机尾炮，伊就一浪见有就射，见有就射。哦。啊，然后跳一步呢？无跑爱跳一步。哦，跑打隔山呐，跑打过山。啊，这搬山。哦，跑过搬山。啊，军队枪。枪呢？枪对水呢？惊电，惊电啊！哦，惊电鱼啦吼。哦，好。啊，来，枪对枪哦。枪惊电。枪惊电啊！啊，那机就要车你。啊，要惊日，要惊日。哦，要惊日啊！还送规定的啊！要就爱惊日。迄早的人，现在来了。要就爱惊日，啊机就爱惊电。嘿，啊炮就爱打过搬山。啊，上有权力的是枪哦，毋是军啊，嘛上有力的，上指挥的统帅啦，上强的啦，帅呢，上有权力的帅呢，上大的帅呢。啊，就是要滚迄机，要去攻迄机，攻迄水。哦，就是要攻迄水哦。哎呦，竹仔是要安怎用？一步。竹仔，竹仔，一步一步。竹仔上班一步一步。啊，敢有迄个会当较紧的？机会当较紧哦。跑嘛会。跑会当较紧啊！过山入去，搬山入去，机会当较紧哦。机上效率上有。哦，机效率上有好。迄兵呢？兵甲竹仔毋是共款呢？兵啊，一边讲兵啊，一边讲竹仔呢。哦，一边讲兵，一边讲兵。迄分开。啊，有一个做宰相的相，啊，有迄个大枪的枪，安尼有啥物差别？迄一边讲一个号枪啊，一边号相吼。宰相的相呢？啊，一个是大枪的枪。对啊，这个做军事枪的枪。军事枪的枪，就是咧讲迄哦。哎，真无简单呢吼。迄送人发明的。较早人，发明迄人教人的。才知影有兵卒啦，有机尾啦，有炮啦。哦，有兵卒啊嘛，有机尾嘛吼，有炮嘛。啊，马是安怎走的？马就惊日咯。哦，马惊日啊。日啊，就会惊日。哦，马惊日啊，啊机惊电哦。机一浪。哦，机惊电浪啦，啊啥会惊电啊？枪。哦，枪惊电啦，他会拢遐济规则的，哎，枪惊电，机电浪，跑搬山。人有人搞咧，插安尼好。好个设计迄个规则，啊，毋着要会晓伊，毋着爱先背迄个规则啦。机电浪啦，跑过山啦，枪惊电啦。人咧自己行一项，你知影迄指面怎行，伊安怎行，啊毋知我同意。安尼枪毋着像大枪啊，无得惊电啊。啊，马咧，啊机直浪落底，机就像咧开车嘛，直落底。啊炮咧拍过山落底，啊乌竹啊一步一步。啊惊日个我袂记去啊，啥会惊日个佫袂记啊。啊，这马。哦，马啦，吼，马惊日啦。哦，道理的，嘿嘿。水是点带遐哟。水啊，枪。做水呢？水拢点带遐。点带啊。哦，爱保护人甲保护，啊，毋通叫人讲伊。遐就甲保护。哦。保护毋通讲伊。差不多拢叫啥会食就较济啊。
嘛拢迄泡哦。叫泡鸡尾迄嘛拢会当甲食。哎呦，泡鸡尾拢会去讲着水。鸡尾泡迄拢会当甲。鸡尾泡拢会去讲着水哦。哦，足地学问哦。哦，想惊电可能是像迄像拢惊伫远面咧，惊想惊电。电就是煮无电吼。哦，有，四角起来甲卫生。伊个只行只夹单夹。哦，夹个哦。夹啊，即嘛一边夹就惊一边夹。哦，夹个惊对夹哦。马惊电，迄嘛毋是啊枪惊电，惊对夹个。马惊日。哦，马惊日。马惊日啊，日头的日啊。日头的日哦，马惊日啊。爱惊这单夹啊。哦，马惊日，我打夹了，我对角了。哦，我对角个，对角个。嘿嘿嘿嘿，哎，这咱上定这个规则的，嘿嘿嘿，哎呀，电话咧接啊，有去咧接啊，有啊，伊有入去咧接啊，迄小辉有入去咧接啊，谢谢，哦，那像师傅无讲着呢，师咧创啥话师啦，军事像个师咧创啥话？师咧过迄支军。哦，师咧过迄支军，啊，着水啊，才会滚。我啦，输就是咧过去滚啊。哪有滚的字呢？无呢，要看迄个机子，就要看滚的字。啊，这。几岁以后？哦。几岁以后？哎。哦，迄个滚。哦，迄字就读做滚哦。我看迄字就写水，才讲滚啊。哦，黄先生啊，哦，严厉大王，哦，严厉大王哦，严厉老师啊，哦。正文等的哦，专家哦，哎，有这红色甲白色啦。黄先生会晓惊记了哦，迄个够老专家哦。要讲一个水晶。国粹麻将是迄郑和下西洋迄内底一个士兵发明。啊，那我近代知影，无我拢唔知。原来麻将是郑和下西洋的士兵啊。迄个红色，纸盒按这纸盒按这。哎，这较早毋是这个机器啦。伊较早毋知是用迄个茶客啊，哦，茶客做六千的啦。对，啊，就尊敬即个一寡士兵无聊啊，无聊就发明一寡迄个，哦，黄色的。哎，啊，遮带黄冰面啊，这本来就伊啊，这加工具啦。哎呦，甲二节佮全个拢规个关起来啊，哈哈哟，真正呀。那变安尼啦，定都拢安尼咧。哦，再前啊，为了这个切这个吼，拢定咧唔对哟。我定咧指哦，咱拢会指唔对去啦。啊，为了要开这支啊，结果全部拢关开。啊！再主任，你看，安怎开？我咱就讲要规房间迄支啊，叫咱用伊个全部拢关开。啊，迄种安怎设计来？设计安尼，咱拢一定会摕较软个嘛，啊，摕较软，咱全部拢关开。哎呀！全险，我敢若为着要开间的电风啊，就干死，啊，这拢遇袂到啊，结果参外口拢共关哈哈！啊，要开迄间内底，开内底迄个大尔安尼，变成我全部拢关开。安怎设计安尼？这真正毋知安怎设计的。设计安尼。哦，那，哦，哎呀，我乱按了，结果又按对了呢。啊，不过灶脚下太无咧走，灶脚下太无咧走啦。灶脚下要二地，灶脚下毋知要二地，哪会线？哦，咱就足强呢，线足强呢。哦，线较足强，毋知要怎用来线较足强。一束个款啊！唔知安怎用的。有啊，过来啊！无啦，这后边迄二支，迄是迄
了，几啊几了，后边迄就那那棺材。啊，等者他拜托搞倒过来。后边两滴，无人嘛，啊，这毋是啊，伫遮咧坐，才要讲台。无人啊，这伫遐咧坐，爱开啦。啊，毋知要搁坐偌久诶。无啦，买起来。哦，爱这样子。哦，啊，就当移了，就方块按钮了啦。好啦，啊，毋捌啦。哎呀，这才变2分啦，这2分遥控器啊。安尼去去人摕着毋着，这遥控器。哦，你讲摕这不定定安尼。哎，我记一个关起来。呵呵呵。关起来了，过去啊，有晒过去啊。因为去楼上休息啊哈，要不需要开那个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嘛直接起来了。啊，这样。哎，奇怪啊！是因内底本来就2分，因内底本来就2分。哎，奇怪，因内底2分啊！安尼迄内底2分，我甲看人拢有诶。啊，无吹风就真热个。啊，自然风那个。要放到2分。啊，无啦，无要才惊2点要，知影一罐好啦。谢谢啦吼，啊摆啊一定摆安尼呢，这规矩一定要摆安尼呢。就是讲惊这种虚线，这虚线这。哦。啊，伊个每一个机器拢伊一定的路线。哦，有规则，游戏规则。机尾跑。哦，那。平啊都一直前进。哦，平啊。你到什么这个？我有看呢，我有看到，只讲变做棍啦，啊，就水讲做棍啦，棍树枪，伊要像，你若像那棍袂使结棍啊，我红剑红死旗啊。哦，红剑红死旗。哦，比如讲中间我都安尼吼，红剑红死旗。红剑红啊袂使吼。红剑红死旗。啊跑你就搬山嘛，啊你搬山啦。这安尼可以。哦，那样。安尼可以这样。哦，这样搬。啊，你比如我要食这，我行去这，我行去实现。哦，行去实现。安尼我就可以。哎呦，佫竟然是安尼啦。哦，这种还分呢。这机就是拢直龙，安尼直龙。哦，机直龙吼，哦，机直龙啦，哦，机是直龙的啦。啊，啥物直龙会食？伊逐项拢会食一。哦，安那会啊，机逐项拢会食一个，这厉害啦吼。啊，马是行迄个日志。哦，马爱行日志啦。这不是一个日志。哦，哎呦，这日志伊哪会当行？这就日志。哦，啊对啊，有日志。哎，啊对角。日志。哦，日志是对角。这个日。哦，有一个日。哦，日咱对角。啊，但是这个是有哪日，我要食这支饼，安尼叫做鸡尾卡。安尼鸡尾卡。啊，我来记着。安尼叫鸡尾卡。安尼袂使。安尼袂使哦。安尼袂使。哎。哟，你加条嘛？加条。你这个泡是加条。哦，泡。对于我泡我就写。哦，原来。我食这个。哦，身边袂使有啊。袂使，要鸡尾卡。身边袂使。这就日志嘛。哦，这就日志。我嘛在走呢。哎，奇怪，竟然会当走安尼。啊，我嘛说个甲食这支。哎呀，这样就日志，你若是一个有日志的，大家这支尾就会食。哎呀，这日志的教。所以这个尾是关键日志。哎呀，关键日志。关键了，哎呀。啊，唱的不一样。哦，田字。田啊，这个田有啊。有啊，这田。田。田的田。哦，我袂当走来遮。哎呦，田啊，袂当走来遮。哎呀，我走来遮。哦，我走来遮。我走倒来啊。田。哎呀，田。但是这啊对角。几百无来呢？无来。田啊，对了。几百无来啊？有无看到对哩？哎，但是啥物会当过迄边，啥物战争？鸡马炮兵。啊，鸡马炮兵。军事枪不可以。哦，军事枪就是孤防守伊家己的国土领土，伊拢伫遮咧防咧保，即个两个输甲两个球，就是咧防守。攻去用元帅去用杀好啊，杀掉嘛。你国家打要出去战争啊，你有啥物搞这个啊？哦，
呀，水枪，所以军事枪是在敌人自己里面走。有，啊，迄边共款这个道路，哦啊，这个机马跑兵出去，啊，这边枪就是惊电吼，啊，来输要惊安怎？输就是惊一安尼尔。伊个范围较小，这个是就是伊才是有在拍车啊，拍车啊，啊，你一步我毋是叫你，毋是安尼咧，啊拍车啊要安怎讲？迄个规则要安怎讲啊？啊就安尼尔，惊这个一步惊一步，惊伊个这个输啊，惊一步。啊拍车啊，敢若即只会使拍车尔呢？这尔，敢若会使写拍车尔？哎哟，有个对哩。输敢若哩啊！本伊嘛是惊这四周的，本两个哩这四周的，啊，就遐对哩。伊本袂使走济啊，本走济多无，一道去开死啊！拢有个道理，对哩。哎，那个游戏规则。对，就是咧讲这个几秒你就表示你输啦。啊，那本来叫厉害就输去啊！哎哟，这一个国家安尼尔啦。哎呀，啊输甲2分嘞哦，输2分。所以伊若要来遮的时阵，你输，你若讲伊来遮要甲你分啊。哦，安尼才懂咯。有足侪机咧甲保护的，这个分足侪机咧甲保护的，嘿啦。分是啥？无啊，甲伊老虎平拜托一下。哎呦，咁要甲伊拜托，安尼好，足感恩啦吼！言语专家哦，王先生，那网络搜寻王富平先生，哦，做上万分等于个专家，言语专家，哦。